这两边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明来看到讲，这个美台关系哦，咱看到讲，这个 Trump 要落任，拜登要上任，进程到底这个象征的这个意义，也是实质的提升吼，拢有真侪咧讨论吼。啊，伫咧关键的这个时刻，咱嘛看到讲，顶礼拜有这个国会事件吼，Trump 这个支持者冲入去国会吼，这嘛是对着美国哦，真罕得看到这个一件代志啦吼。啊，本地今仔日咱下晡5万吼，什么人会当来台湾 ？Kelly Craft 就是驻美国的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大使会当来到台湾，但是咱嘛看到讲吼，这个声明是国务院美国国务院所发出来吼，因讲啥？即阵要政权要交接啊，所以咧，所有国务院所有这个访问的这个行程，包括咱看到国务卿 Pompeo 这个访问欧洲的行程，拢甲取消去吼，所以连带 Kelly Craft 来台湾嘛，互取消了吼，外包。这个外部吼，第一时间甲总统府拢表示讲尊重嘛，可惜啦吼。但是未来望这个 Kelly Craft 会当过来时间吼，找些时间来到台湾。但是即阵咱嘛讲到台美关系、美台关系吼，真正到底会出现什么变化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哇，这个1月12号临时取消，啊，有媒体报道讲吼，哇，其实 Kelly Craft 已经坐伫飞行机顶4点钟吼，伫踅来踅去，啊，尾手才落来啦吼。所以这嘛是代表讲一个关键的一个时刻伫咧。另外，咱嘛看讲吼，这个变化，尤其咱讲吼，台美关系有一条吼，过去国务院内底有挂这个内规啦吼，准则到底有啥物款的这个变化？咱看到讲这个蓬佩奥。伊讲啥？国务院过去吼制定咱讲真复杂的这个内部这措施，限制这个官员吼，甲台湾这个互动吼，为着要创啥？要安打北京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政权吼，啊过去啦有这款的这个限制，但是自今以后啦吼，袂有。这款的这个部分啦吼，虽然看到这限制甲这个台湾吼往来这联系准则，行政机构拢当看做是无效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啊其实有另外一项就是讲官方机构甲台湾往来未来吼，嘛是伫咧美国在台协会吼 AIT 来去做一寡这个处理啦吼。所以咱今日讨论到两个这个部分，就是讲吼真正这个落任的这个政府 Trump 然后啊讲上任的这个拜登政府，伫咧政权交接的这个期间，咱讲吼啊台美关系未来会产生什么款的这个影响？今日做回来对话。现在邀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咱们邀请前外交官谢佩芬。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咱们邀请淡江大学外交甲国际关系学系哦，这个专英语学程的这个教授林玉如。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第三咱们邀请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是咱要先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吼，真正对台湾来讲，本地望着吼一个这个驻美国这个 UN 的这个大使，会当来到咱讲台湾吼做一寡这个访问，但是因为这个时机啦吼，咱讲到伫咧这个 Trump 要落任，拜登要上任进程，其实国内嘛有真侪种讨论啦吼。啊，咱讲吼国内啊，国外有啥物款的这个变化啦吼，先做来看。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福特原本13下晡要到台湾访问，就伫坐飞机进前，美国国务院发出声明，目前继续甲总统当选人拜登团队做交接事宜，确保未来8天权力交接顺利完成。所以，这礼拜所有出访计划拢取消，其中就国务卿蓬佩奥13、14个访问欧洲的行程，也阁有克拉福特无法度来台湾访问。外交部我们对美国国务院的决定表示理解跟尊重，外交部我们感到非常可惜，但是我们也欢迎克拉夫特大使在未来适当的时间来访问台湾。克拉福特原本就是要见总统蔡英文，佮发表演讲，讲台湾国际参与的情形，即马也拢取消。总统府表示感觉真惋惜，欢迎克拉福特未来用有时机来访问。中国进前就对美国官员访问台湾表示强烈反对，甚至批评是政客写真进前的疯狂行为。这摆克拉福特取消行程，是不是缓解两岸紧张的关系？国台办今日表示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流。我们坚决反对美方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民进党当局顽固依美谋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必遭严惩。Pompeo 怎么会在意中国大陆的压力？第二个 ，Blinken 怎么会在还没有接任以前，就让自己给北京一种印象，北京施压，他就会改变？针对这摆国务院取消访问的原因，黄介正分析，因为中国压力可能性无大，因为蓬佩奥的反中立场真明确，
主要可能也是因为政权交接期间真复杂的工作，这时阵确实也无较适合有其他动作。蓬佩奥也应甲准国务卿布林肯提前会面，做好交接。记者综合报道。是啊，咱头先嘛讲到因为这个美国当伫咧政权交接这个期间真侪事务爱去做一寡这个准备甲处理啦所以这回咱嘛看到讲，其实美台关系到底有影响无，嘛是大家真关心这个配分你安怎看咧？是啊，就亲像拄仔讲的讲迄即届迄大赛无要来台湾，其实是唔是讲针对讲台湾安怎啦，伊是迄国务院的所有的，包括蓬佩奥要去欧洲嘛促销啊，因为你即马就是1月20号要交接，就近啊，所以讲有足侪代志要做，所以讲迄个政权的迄交接啊，足侪代志啊，讲实话，即马 Washington DC 美国的那个首府华盛顿即马嘛有淡薄仔乱啦，进前顶几工有迄对啊，有人去国会啊安怎的，所以讲因内部足侪问题啊，所以讲这唔是啥物讲针对讲台湾，还是讲中国的打压，中国打压说歹去台湾，所以伊袂当来，唔是安尼啊，拄仔嘛有讲嘛，讲若是真正是因为讲是中国讲你袂当去台湾，伊就袂来，伊就无要来啊，还是讲拜登在行到中国，这不是还没上任就被人家看破，就是觉得说就是互人看破，互人讲看较无啊，所以讲我感觉这件代志唔是讲针对讲即马台湾甲美国的有啥物问题啊，还是讲有啥物什么大家值得担心的事情？其实比较多是因为美国国内的这个政权的交接啦。当然啦，但是欢迎啦。但是讲后届这个拜登政府的美国的伫联合国的大使，若是要来台湾，还是讲啥人要来台湾，还是讲这个 Ambassador Craft 伊若是下令了后，还是以后来台湾，阮。感觉讲拢就欢喜的，毕竟说我们台湾跟美国的这个交流不只是说跟执政党、跟在野党、跟国会、跟行政，其实是全方面的交流啦。因为任何的交流，拢是对台湾跟美国这之间的关系都是有帮助的。是啦咱嘛听到讲国内有真侪种声音啦就是讲迄当阵 Kelly Craft 要来台湾的时阵，咱国内都有2种声音，一个是真欢迎，第二个就是讲哇，这个唱衰啦讲这款人特别这个拜登要上任进前，全部都是摆卡政府你搁要来台湾是要甲台湾害死吗？这是一种讲法。第二种讲法就是讲这个部分真正咱都爱拍破甲欢迎这是2种无共款的这个思维伫咧但是咱讲一暝过了后啦这个国务院嘛发出这个声明到底这中间咱搁会来看到什么咩咩角角的代志，咱继续搁请教教授你安怎看这回这代志对台美关系有啥物款的这个影响无？多谢，我相信咱会当用平常心来看待啦因为这件事件要讲迄个 Kelly Craft 要来，甲讲尾后取消，拢是美国国务院的宣布所以美国家己的决定是占较大的部分。我想讲，咱台湾平常心看待就好。比方讲，伊阵也会当来咱当然是感觉真欢喜，因为过去几落10年来美国的带United Nations 联合国的大使会当来台湾，这是会当讲第一摆过去所无办法过来。即马讲无办法来美国国务院为了伊家己的政权交接的中间的 peaceful， 所以讲伊袂当来，这嘛是美国的决定。所以台湾会当讲无啥物损失。国内虽然有无共款的声音这嘛是民主国家真正常的现象。所以我看这根本袂对台湾的地位还是台湾的国际的形象有啥物任何改变。我感觉讲。美国伊家己迄个尤其川普总统伫迄最后的10天一礼拜甲蓬佩奥有即款的决定，我感觉是非常正常的代志，所以唔免去想济嘛唔免去烦恼太济，而且嘛袂对台湾的国际地位还是国际的形象有任何的伤害。是，但是咱嘛听到讲这个头拄这影片内底看讲。
中国国台办吼，这个讲话这个方式啦吼，甲过去咱听过这个声音是要讲吼，但是伊这个声音进前咱要有人来访的时阵，伊就讲哇，这就是咱讲吼台独势力又搁开始咧做一寡这个军改也好啦吼，这回无要来吼，共款嘛是这种声音啦吼，咱嘛讲其实唔免对这个 Kelly Craft 来台湾，伫咧进前唔免有伤大的这个期待啦吼，但是安怎看讲吼，中国对这件代志吼，就开始甲这阵无要来啊吼，伊这个变化咧。是，当然啦，对中共来讲吼，任何台湾任何甲国外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交流的吼，伊一定反对。伊一定反对。虽然讲，伊一定讲恁若民间的，阮袂讲安怎，阮袂安怎。问题对即马来讲，不止美国，连欧盟、欧洲国家吼，日本，因甲台湾的关系交流哦，其实愈来愈密切。OK，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你真歹讲去分讲什么是官方，什么是非官方。是，而且为着足侪，譬如讲经贸谈判，吼甲协议签订、洽谈什么，这拢是爱官方必须双方的官方的官员坐来去讲的。所以你讲这种代志对中共来讲，伊一定反对。不管是即马是民进党执政，还是国民党执政，伊一定反对。所以咱台湾啊，徛有定。OK， 吼，徛有定，不管因安怎讲，吼，主要是看咱安怎要安怎较国外的对台湾好的国家安怎交往交陪，这较重要。有影吼，咱讲吼，这件代志嘛，毋是这个因为这个台湾吼，所以有可能受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打压。咱嘛看到讲吼，其实欧洲国家针对着顶礼拜这个国会事件嘛，真正看透透吼。咱嘛看到讲吼，这个 CNN 报道讲吼，有相关人士咧透露讲，Pompeo 原定这礼拜要去这个访问欧洲，为什么行程的取消？就是因为这个顶礼拜川普这个支持者占领国会吼，所引起这个暴动。所以咱嘛看到讲国务院啦吼，才会宣布讲，哇，这个部分拢爱来取消吼，这嘛是一个真合理的这个讲法啦吼。但是这个政权交接有伊的这个准备的这个所在吼，伫咧啦吼。咱嘛先搁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吼，其实这个伫咧川普政府时期啦吼，有2届吼，这个临时取消访问台湾的这个行程吼，国内有真侪种声音，但是这个国际上来看吼，其实嘛有另外一种这个声音吼，咱讲吼这个。本地伫咧12月时阵吼，这个环保署这个署长吼 Andrew Wheeler 啦吼，原本要来访问台湾吼，出发进前用到这个国内事务优先啦吼，所以伫咧11月24决定讲要延后访问台湾吼，有人讲背后真正原因是吼，这个 New York Times 吼来逼伊的这个行程吼，嘛批评讲。出访的这个时机不当啦吼，包机搁开钱啦吼。另外，这个就是咱讲的这个 Kelly Craft 这个部分啦吼，在本地吼就要访问台湾啊。但是咱嘛看到迄天也搁有这个事件，其实就是讲迄天国会的事件了后，搁有这个香港的事件，国务院发这个声明啦吼，本地就讲吼，伊会当来台湾，尾手搁甲伊讲吼，真正这日期是13至15这个部分啊。所以咱看本地拢安排好势吼，13就是今仔下晡。要来到倒位，就是这个台北松山机场吼，包专机的这个方式啦吼。而且呢，伫咧马仔吼，本地要和蔡总统来做一个会谈。另外咧，伫咧外交部外交国际事务学院来发表演说啦吼。另外，甲外交部长吴钊燮吼，伫咧台北宾馆要举行一个记者会，然后咧，登来到这个美国去啦吼。所以，这3天的行程本地就安排好势吼。针对这个事件吼，其实这另外这个电影吼，嘛有无共款的这个看法吼，先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蒋经国总统过身33周年，前总统马英九、国民党主席江启臣13透早去大溪头寮祭拜。前总统马英九嘛针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临时取消来台湾这件代志做出回应。总统怎么看克拉夫特临时不来？是不是打脸民进党？我觉得可以理解，我们不意外。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受访的时阵嘛表示，美国考虑到国内政权交接、政治安定为优先。国务院以这个理由取消来拜访的行程是会当理解的。蔡政府应该在于双边关系的稳定、永续跟实质的发展这一部分，要更加的紧密。江启臣表示，针对台美关系，
国民党自来就主张爱务实、爱实际，嘛期待未来拜登政府上任的时阵，蔡政府会当持续甲美国保持好的互动甲合作的关系，甚至应该深化甲强化。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吼，针对这回这个 Kelly Craft 无法度来台湾吼，其实嘛有真侪人讲吼，这个咱讲拜登政府已经有伊这个人选吼，咱讲这个 Blinken 是可能未来这个国务卿吼，这个部分的这个人选。另外，咱讲 Kelly Craft 这个位啦吼，嘛吼要由另外一位咱等下好好讲到这个人吼来去接任吼，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拜登政府嘛有这个影响，咱等下再来讨论。但是国内吼对这件代志行令取消这个回应啥物吼，咱看到总统府发言人伊讲吼 ，Kelly Craft 无法度来台吼，真正可惜，但是欢迎讲未来佫有适当的这个时机来啦吼。啦，前总统马英九吼会当理解吼，但是无意外。咱嘛讲吼，这个部分是这个研究者啦吼，这个研究属于讲吼，对台美关系来讲吼意义无大吼，主要是美国国内内部的这个问题，连国务卿访问欧洲的这个行程嘛取消吼，所以国务院规个外访的这个行程拢取消了吼。另外，咱来看吼，针对这个部分。中国国民党立委吴思怀讲吼，各国拢无欢迎 Trump 政府啦吼，真正即个出访吼，可能拢甲因当做是去敢若台湾吼来欢迎伊来访吼，但是其实伊伫即个面册佫有写6大项吼，另外一项伊佫讲吼，中国的即个运作吼，即个大风暴要咧进行，佩芬你安怎看咧？马英九总统讲什么不意外啊？我是唔知，因为伊无头无尾，所以讲我唔知伊是咧讲什么代志没有意外吼。不过伫即个美国的大使要来台湾，这个消息宣布了后，马英九的一些发言才让我觉得非常意外啦。因为大家拢知影讲马英九最过8年的总统吼，伊进前哦，就伫咧总统府嘛是就是接待过迄 John Bolton 啊，John Bolton 迄个时阵啊嘛是联合国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退下来卸任的大使迄个时阵马英九嘛跟人翕相嘛跟人讲很多的交流，然后也有发新闻稿那而且重点是那个时候 John Bolton 已经唔是迄大使啊，已经卸任了这届是那个 Craft 他是现任的大使。那马英九那个时候就才前2天两刚前的代志那样，伊就批评讲这那个 Ambassador Craft 来是无什么实质的效用啦，唔知来被冲啥啦？还有讲这个时间点来不对。其实那个时候马英九总统伊伫咧总统府跟那个 Ambassador John Bolton 在见面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当年的这个总统要卸任的时候，小布希要卸任的时阵，所以讲这个跟这一次就是 Trump 被卸任的时阵其实差不多。比刚伊迄个时阵是那一年1月20号卸任，他们每一年1月20号交接嘛。那个他1月6号见面，所以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讲我是唔知讲马英九是不是伊迄个时阵没有见到现任的，当时还在任的迄个大使，所以现在这一次在酸言酸语啊。我是感觉讲这个台湾跟美国的之间的关系这是不管说是台湾家是国民党还是讲民进党美国遐是民主党还是讲共和党其实这都是我们要好好去维持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伙伴关系啦。所以讲实在是没有必要啦，那没有必要这样子酸言酸语，或者是说这样子唱衰啦。那包括说吴思怀的这些发言呐。吴思怀一切是以马首是瞻，就以中共为马首是瞻嘛，就是国台办说什么他就附和。所以我是觉得说这种态度要不得啦。那台湾跟美国之间就是台湾跟美国的之间要走的长远，其实就是要靠这些我们不断的去累积，不管是讲是咱激进的民进党的进户，还是讲我们在野党，但在野党有他的跟美国交流的，也可以有很多的注意嘛。所以讲我实在是觉得说这个代志就是讲大赛。后来就促销袂当来啊，真正是较可惜淡薄啊。不过讲嘛是会当了解啦，咱嘛是祝福就都亲像我拄仔讲的，若是讲以后大使要来咱拢欢迎，因为讲这就侪越来越交流，越来越了解，咱就会。感觉按美国遐嘛会感觉讲台湾真正是一个好朋友，真正是一个有民主、有自由有领权的一个国家啦。这样子对于台湾的不管说是促进国际的关系啦、国际的空间，都是有帮助的。是，咱继续搁请教教授啦咱咧讲这回是这个 Kelly Craft， 因为这个国务院的这个影响所以取消这个行程啦那假使讲伊真正来台湾呢，有可能有啥物这个进展也好，还是讲实质的突破无？
我看这个问题吼，是真歹讲吼，因为既然要出访，一定有一寡吼priority 啊，是要讲啥吼？还讲伊按算有啥物较好的发展吼，但是即马拢无办法去预测吼，会当讲吼，即边迄个Kelly Craft 袂当来吼，实际上嘛唔免伤过失望。对美国的执政党好，还是在野党，还是讲对台湾的执政党、在野党来讲吼，咱会当看每一件代志有两面，有好的一面甲歹的一面吼。即 Katie 将来吼，伊吼已经无咧川普即个政府服务，当阵再过来吼，嘛是会当得达伊的效果啦吼。会当讲拜登。颠倒看到即那情况，知影讲美国的执政党甲在野党实际上对台湾吼拢是真好的朋友吼，而且嘛爱继续来维持甲台湾的bilateral 吼双边的好的关系。啊，这以后吼就是真正是一个真清楚的代志，一个very obvious trend 吼，就是讲美台关系。伫将来吼，会当讲是慢慢的变好，因为大家拢了解讲吼，中美之间的竞争的关系是袂当转去啊。吼，所以讲，不管是拜登还是讲 Trump 总统，即个政权吼，会当讲吼，为中国吼当做一个较大的 competitor， 一个竞争的角色吼，啊，是当然会当。一边竞争又一边合作，一种 hedging strategy， 就是讲两边下注啦吼。所以讲我讲美国嘛是对台湾的执政党甲在野党拢爱有交往 engagement， 同款的代志吼。台湾嘛袂讲因为吼 Kelly 落台了无看伊吼当做一回事，所以这个拜登我相信将来吼嘛是当了解台湾的重要性，并而且来讲迄个。民主党过去甲台湾的关系嘛是真好吼。过去咱大家讲哦，迄共和党可能对台湾较好，啊，毋过 Nixon 或者 Kissinger 吼，第一遍去访问中国大陆，就是共和党做的代志。所以讲咱会当就是讲台湾的实力上重要，家己吼调灾吼，都毋惊外口的。风吹雨打啦，吼，我想这是上重要的一件代志。有影啦吼，继续咱搁请教这个副研究员吼，其实咱嘛讲吼，这回这个外交关系千万唔通吼，沦做咱讲下这个政党吼，这个零和游戏的这个一部分吼，你搁安怎去建议无？是当然啦，我有一个甲迄个社小姐有一点无共款的看法。其实吼，对国民党来讲，踮咧台湾哦，其实不管是蓝的还是绿的。或是白，其实无一个政党哦不亲美。对台湾来讲，我靠美国是对台湾安全是一个上重要的保障。所以虽然讲咱前总统马英九是讲哦，用个理解，啊，我无意外。问题咱爱看吼，为什么这届伊来访问会？造成这么大的纷争，上主要是讲，因为川普政府过去4年，伊的对外政策吼，已经引发足侪争议。不管是对包含对台湾吗？嘿，包括对欧洲，吼，对日本，对伊踮咧欧洲的同盟国，其实拢同款。所以比如讲，大家其实看到蓬佩奥要来的时阵。讲较实在，其实大家拢有点唔知要安怎去处理。大家来会记你去看，当川普唯一一届哦去欧洲访问的时阵，迄当阵欧盟国家的足侪领袖是安怎介意咧，咱莫讲大细声啦。问题是咧踮咧argue，为虾米？上主要是讲，因为因对足侪方面的看法。甲原则，甲美国传统的对欧政策其实拢无共款，所以毋要引起足侪的纷争。所以咱爱看来，即届伊若 Kelly Craft 要来台湾，其实台湾其实当然欢迎啊。问题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质疑？上主要是讲，拜登
搁10天伊要就任。是。问题你来以后，你甲台湾讲的话，后壁的新政府会人，敢要接受 ？OK。第二个，你搁继续落去，问题你甲台湾讲的，甲后壁未来未来的这个新的这个国务卿也好，或是新的这个亚太驻青，因讲的话，甲你讲的话，都得遵守。对台湾来讲，其实足麻烦的。是，但是嘛有人讲啦吼，就是讲吼，这回 Trump 政府若是真正吼，过去这个其他这欧洲国家也好，还是讲 Kelly Craft 来台湾吼，拢是吼对台湾吼来用台湾来讲就好，对台湾人讲就是打破过去这个限制甲这空间。确实啦，这确实这对台湾来讲，当然是有一个好处，这是正面的一个外交突破。咱应安尼讲。是。啊，问题是咱爱思考的是讲后壁咱要安怎做？因为真的打破，问题是新的政府会继续做，还是救回来？伊就是讲吼，背后这个拜登政府就是延续着吼，这伊若要调整，就啊豆调整，无可能一个就讲哦，我要甲台湾搁缩绑起来，安尼这个意思啦吼，你敢安尼认同？对。嘛是有啦吼，所以咱来看讲，较细致啦吼。其实咱嘛有经历到另外一张图表，就是讲吼，咱看到讲吼，这个蓬佩奥过去伫咧吼，咱看到伊咧发言吼，就是讲哦，因了解到中国政府伫咧过去吼所作所为，本地可能行向民主这条路，但是美国政府看透透啦，无可能行这条路。所以吼，咱看到这个伫咧选举期间，也是讲吼，伫咧发言的时阵，蓬佩奥拢徛踮一个抗中的这个立场伫咧啦吼。啊，另外吼，那伫这个选举了后。这个部分，咱嘛看到讲，对台湾所有的这个限制，拢豆来取消。尤其咱讲吼，这个外交过去因这个内规啦吼，这个部分拢甲取消掉。咱嘛做一张这个部分这个图表啦吼，对台湾交往的这个准则吼，过去吼，咱讲吼禁止台湾吼，伫咧咱讲 Twin Oaks 吼，即其他升级啦吼，嘛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伫咱讲中华民国国旗吼，咱家吼展示出来，拢禁止。另外禁止驻美代表处的这人员进入国务院大楼吼。另外，军事交流内底吼，嘛禁止讲咱台湾的这个人员吼穿咱这个军服制服，也是讲有国旗的这个物件。另外，嘛禁止国务院也是国防部伫咧社群网站吼打出中华民国国旗，等等推广台湾主权这个事务啦吼。啊，咱嘛看讲，这个对台交往的准则是当时来去设立的吼。这是讲2015年迄个元旦时阵，咱伫咧 Twin Oaks 吼。这个部分来去升级啦吼，啊，当时美国国务院就表达讲吼，升级升等信任，并且伤害台美关系啦吼。啊了后，这个奥巴马的这个政府用着行政备忘录的这个方式来去发布这个准则，啊嘛讲吼，这个过往的这个台美关系吼，这个交流模，这个真无清楚的咯，已经写做是文字啊吼。所以咱这个缩绑伫咧2015年，这个奥巴马政府就设立掉啊。但是咱嘛看讲吼，其实蓬佩奥吼嘛讲。啊，美国无必要安尼做啦，伊佫讲啥？伊讲吼，咱真正美台关系无必要，嘛无应该受到这个官僚机构吼自我限制这个束缚。啊，台湾真正是充满活力的一个民主国家啦吼，嘛是美国吼会当信赖的这个同伴关系啦吼。而且咧，几十当来吼。复杂的内规限制，加这个美国官员甲台湾同僚这个互动吼，嘛是讲吼美国单方面采取着自我设限啦吼，家己限制家己啦吼，所以是为着要安打北京吼这个部分，未来拢袂安尼去做吼。但是咱嘛佫会讨论着讲，到底拜登起来是毋是会佫延续着这款的这个部分，嘛是咱来观察吼。咱嘛有做一个报道先带观众朋友来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初稿宣布解除美台交往限制，被看作是双边关系真大进展。蓬佩奥在一接受访问时表示，包括谴责港府掠官兵派军事，甲解除美台交往限制，拢是经过考量了后的决定，爱面对中国所带来挑战。Look, I wish these things had been done a long time ago. These weren't rushed. These were considered efforts that we made, and they'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trategy that we've laid out with respect to how to protect and preserve American freedoms. Vis the challenge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esents. 美国最近友台动作不断，解除美台交往限制了后，国务院也佮公开宣布，政军叫做钦库珀，要伫台湾时间10日透早，伫华府甲驻美代表萧美琴进行会谈。这是萧美琴就任以来已经知影两个人第2摆会面。美国驻荷兰大使福克斯特拉更加用行动响应。邀请咱国驻荷兰代表陈新新会面，同齐翕相，佮讲这是创造历史性的一天。那我们非常乐见美国驻外的使馆跟我们驻外的使节加强相关的对话交往。
这个 Pompeo 取消这样的对台交往的限制呢，我想是迟来的正义，我们可以更高调的、更自然的。更有尊严的去到白宫、去到国务院、去到这个国防部去拜访。拜登经过驻美副代表加国防部长的蔡明宪认为，希望新上任的拜登政府也会当安尼取消交往限制，提升美台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是啦，过去咱看到讲处处限制吼，这个台美交往这个部分哦，拢是受到这个美国国务院这个内规来去做一寡这个束缚伫咧吼。其实这个佩芬吼，家己嘛有亲身吼受到这个限制甲束缚吗？有，因为我进前伫个纽约做迄联合国的外交官，我迄时阵是替迄图瓦鲁，咱台湾的一个邦交国，伫个南太平洋上叫图瓦鲁，图瓦鲁驻联合国的代表团，我是遐的外交官，所以讲我的头家是图瓦鲁，不过我人住伫个美国，所以说我要申请美国的签证，好，伫个联合国做工课迄外交官吼，拢是申请一种叫 G1 签证啊，好G1 Visa 就是外交的签证，迄简单去佚佗的时阵，迄 B1、B2 啊，还是讲去留学的时阵，迄 F1 啊，还是 J1 无共因为这外交的签证、外交签证，它就是有一种官方性所以讲我进前我进前伫个哈佛读册的时阵，迄个时阵我是学生嘛，所以讲迄个时阵我来摕 F1、J1，我的那个签证拢是直接贴在那个我的护照，嘿，伫我的护照顶头。迄届我伫咧联合国做工课的时阵，我摕到迄 G1 签证，我有查出来就是我迄个时阵是摕到安尼一张纸，对，安尼就头顶写 G1 安尼。对，我把我的迄护照加迄申请的文件一起交过去，转来的时阵，我的护照甲这张纸，这就是迄 copy， 迄我的签证 copy， 无伫我的护照顶管你是另外放的。就是你过去的这个学生签证，拢是放伫你的护照头顶，是安那再存一张安尼吼。对我是迄个时阵看到这张是讲，这是什么？这是要创啥？这是让单调无？因为我护照拿回来嘛，我若是要出去啊，再转来回到美国的时候，不就护照给他看嘛？伊就讲不，这就是你的签证，因为你是台湾人台湾。因为你是台湾人。对台湾袂当摕迄外交的签证，所以说我的签证是外交签证。没错，因为是图瓦鲁帮我申请的不过我有护照嘛是台湾的，所以讲我的这个签证就是另外放。伫个海关的时阵就麻烦的，就麻烦。因为我每届，若是我去出差啊，是我去佚佗啊，要转来美国的时阵因着我看讲，这是啥物，就无看过有一届就每一届我拢爱甲伊解释讲因为我这是台湾的护照因为美国无承认讲这是那个正式因为你看这下是 unrecognized passport，unrecognized 就是无承认你就对啦。是有一届迄海关的人就甲我讲你好像难民通常是难民才会拿到这个单独的一张因为刚那是无护照呢，是讲因为国家无互人承认还有这个呢是后来这个是空白的嘛，我当初拿到的。好这个我刚好也有一个 copy 啦，是我进进出出，所以他们每一次盖章我们是盖在我护照上，是盖在这张纸上。这张纸对我来讲很宝贵所以我那个时候把它 copy 下来对，那一块那就嘴印章所以讲这就是一个就是其实。可能不完全是这个，其实不是这个内规啦，但是确实是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这个这种就嘴限制，所以讲就是会遇到这么尴尬的状况。是我补充一下其实这个内规不是讲不是2015年才开始进前就有进前因为1979年的时阵就是1979年那个台湾美国断交嘛，后来国务院就是要需要一些内规来规范说甲台湾那边交往什么代志会当做，什么代志袂当做所以讲因这个，但是不过因把这种列为国务院的机密啦，但那美国的国会议员的办公室要看嘛袂使，嘛是要机密的看就是说他可以到国务院去，在国务院的人员陪同下去看，所以讲
拢唔知讲到底是写啥。咱当然就是有的人出来看出来之后转述，甲你讲哦，也袂当有中华民国的国旗，有的人有我会记得讲吼伊写啥不过我们都不知道他全文的内容。不过他这个我们知道是他改过几次，就是修正过几次。1994年的时阵，Clinton 迄个时阵有修过。2001年、2006年、2015年，2015年的时候是因为那个时候驻美代表沈律徐伫迄双向圆升的中华民国国旗，所以讲吼美国的这袂使，这袂使。这个内规包含说咱的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国防部长，拢袂当去 Washington DC， 伊会当去美国的其他所在，纽约啊、Houston 啊，嘿对。所以讲你看迄美国，咱总统你该去美国啊，不管是蔡英文啊，还是马英九还是啥拢是去过境，拢是去其他的城市，就是袂当去伊的首都，因为首都它有政治的重要性。还有就是台湾的官员袂当进去。他国务院的还建筑物来的，所以讲要见面的时阵都伫咧咖啡馆啊，而且饭店啊，对啊，刚刚是就更小的代志，刚刚跟台湾人的官员见面，刚刚就更小诶。还有讲就是台湾那个 AIT 伫咧台湾嘿。不可以插实体的那个美国的国旗，所以之前他们就也会变通啦，他们就用投影黑国旗，不是实体是投影，所以讲就变得有点荒谬，就是很多的这种规则好像跟不上不过咱要看这内规，咱知影讲这其实不是美国的国会。国会不是国会说你给我定对，这爱有一个内规安尼甲台湾交往爱有这限制，这袂当这，袂当这，嘛不是中国讲你袂当这，你袂当这，是美国的国务院伊家己定的，伊家己讲这咱卖做，这嘛无较好，所以讲这届伫咧 Pompeo 伊的那个声明内底，那英文的我就找出来伊是讲啥嘞？伊是讲the U.S. government took these actions unilaterally， 就是单方面家己做的in an attempt to appease communist regime in Beijing no more。appease 安大，伊要安大中国。OK， 好，这重点啦。我刚刚说这个声明的全部的重点是这个字 appease， 就是安大，伊要安大中国，伊惊讲中国无欢喜，就会安尼，讲安尼。好，所以讲这。就故意来中国伫咧全世界拢是咧耍流氓啦，拢是跟咱流氓共款。我袂当，你安尼做我就无开心，你安尼做我就要制裁你，你安尼做就是我的观光客就不过去我的那个投资的公司就不过去安尼，那就流氓的一大堆的作为全世界拢甲伊笑命命。安尼中国的无欢喜莫安尼做安尼中国的安怎莫安尼做这届就是废除这个内规，就是讲。现在今嘛美国我才有话语权呐，我不是说你怕我就不要做，所以公我刚刚这起也不是说我们现在不是在说现在是川普还是拜登那就对美国来讲这个废除这个内规其实是有它美国外交上很重要的这个意义的。有影啦所以头拄这个配分有讲到一个重大这个咱讲字或者是 appease 啦唔免讲安大北京政府we don't appease。这个 PRC anymore 啦所以咱继续搁请教教授啦这个部分其实对台湾真正重要。除了这个配分头拄提供给咱的可能伫咧护照做一个外交官无法度去这个部分，但是对未来来讲，总统会当入去国务院咱的这个总统买当可能会当入去到北京，拢有可能。我看这是真好的发展就是讲迄个过去。迄个白卡白手的，佮对台湾无公平 ，unfair to 台湾即款的内部的规定会当甲 delete 掉会当讲差不多1971年咱退出联合国以外迄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取代中华民国7月58号决议，所有的权利甲义务拢互中国大陆摕去即马所以讲过去有一个一中一台咱看这。以前的分裂国家，像两个德国、两个韩国，伊拢有代表权伫联合国，干那咱台湾无这所以是真无公平的代志。所以讲这摆美国会当为这个白卡白手的迄个无
符合现实的迄个规定吼，该摕掉。我感觉是对台湾来讲是真好的一个方向。啊，而且就敢若你写新闻共款 self censorship， 家己吼限缩，自我审查啦吼。也无讲你中国甲你规定安怎吼，还是讲美国人民哦，希望讲有真好的交往，这部分拢无办法得到吼效果。所以讲，真正即个发展，我感觉是一个吼，会当互台湾吼慢慢行去迄个正常国家吼即条路。因为伫未来是安怎，即马啥嘛袂晓讲。所以讲，迄个拜登吼上台以来，我相信会对台湾会当有较公平、比较 fair to 台湾，吼，这是最重要的代志。较公平对待台湾吼，啊，头拄仔咱嘛讲到吼，即个部分是即个美国。即个国务院、国务卿然后Pompeo伊所写的，伊佫毋免吼去为着安打北京政府吼，未来嘛袂安尼做啊。但是即个部分敢有准绳会延续到即个拜登政府啦吼，咱看即个副研究员安怎看咧？是哦，咱看到即个图吼，除了吼安打迄两例以外，第二行伊讲吼，不应该受到官僚機構自我限制，家己束縛家己安尼吼。所以，咱應該講，這交往的準則吼，自頭到尾其實攏是美國家己限制家己。因想講，即個北京咧想啥？不管是講為着要安打北京，還是因想要甲北京講，阮對家己的外交官甲台灣咧交往的時陣，有家己的一個準則、一個標準。不管是安怎，這攏是美國家己要做的。所以咱應該看，即屆Pompeo決定要取消的時陣，當然對台灣來講是一個好代志。是。問題我的解說是講，這其實點遮還未取消進程哦。其實咱甲美國的交往其實愈來愈正常。要怎講？咱先講踮咧蔡政府期間啦，是有無？你還會記得袂？是。前2年，迄個 John Bolton，迄當陣嗰時川普的國安顧問時陣，伊是毋是突然踮咧伊家己的推特啊是倒樣發一個相片，講伊甲咱國安會秘書長李大為見面啊，是佇白宮內面見面。去年 Kelly Craft 就是咱頭一個討論的迄個美國的駐聯合國大使，伊踮咧紐約甲咱紐約辦事處的處長嘛踮咧見面啊。這是攏踮咧Pompeo還未取消這個限制進程，攏發生嘅代志。是，咱國家講較早嘅，2014年迄當陣沈履巡去予馬政府為英國調去美國嘅時陣，伊家己就講啊，伊到華府嘅第2天，伊就入去國務院，甲伊嘅亞太駐青會面啦。但是過去攏是即個隱隱唔敢講啊。當然進程攏無講，是因為着大家吼，大家嘅默契嘛，大家攏莫講。啊，毋過即台灣來對台灣來講，就是一個突破嘛。安尼講較早咧，拄好我拄看一個新聞講，1993年嘅時陣，迄當陣老布希準備下台後，是迄當陣伊踮咧白宮接見咱駐美國當時駐美國代表丁茂實大使。這個消息當陣嘛無人知影，所以這種慢慢的改變吼，慢慢的突破，其實對台灣來講，當然是一個好代志。是對咱甲美國這個正常互動，其實真正好，真正好。問題咱來看是講，繼續拜登政府會安怎做？雖然講即馬取消，問題咱會驚講未來的國務卿，因若刻意是回避，刻意不去做，免怎講，對不？而且大家有講過嘛，上主要是講咱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加副院長、加外交部長、加國防部長，是未來敢有法度去準用這款的哦？對，用這種，因為切着即賣的這個限制攏無啊嘛，攏取消，而且進前台灣旅行法都要求兩國應該正常的來往，特別是高層官員哦，伊特別強調是高層官員，所以若講咱的高官都表示講，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加這個外交部長加國防部長，若會用個
进进东东去去个华府，踏进华府的时阵，这对台湾来讲，真正就是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外交突破。是，这个突破当然啦，仅次于这个外交的声音啦。问题这甲外交声音来讲。其实就差无远，差无远，其实就差无远。是啦吼，这一步非常这重要吼。咱嘛头拄也讲到吼，这个拜登吼未来这个人选伫咧国务院这个部分吼，就是咱顶回嘛讨论过啦。Antony Blinken 吼 ，Blinken 会安怎去做一寡这个措施？是毋是伊嘛是共款吼？毋免搁安搭北京吼。其实咱嘛看到讲过去民主党嘛取消着这个因过去党纲内底吼，这个一中的这个部分吼，所以这嘛是未来咱会当搁去观察的一个点。另外咱嘛讲吼，过去咱甲这个 Antony Blinken 吼，其实咱讲萧美琴吼，即阵咱的这个驻美的这个大使吼，嘛是甲伊进入这个季节吼，所以未来嘛是真观察的这个一个部分。咱头都嘛讲到，美台这个交往吼，这个准则吼，即阵取消了后，咱其实吼嘛看到真侪官员吼来去做一寡这个会面啊吼。先来看到讲吼，美国驻荷兰大使吼，这个部分吼，嘛邀请讲台湾驻荷兰代表吼，陈信吼，甲美国吼大使馆来去会面吼。另外，咱头段嘛讲到，美国国务院吼政军局的这个主卿啊吼 ，Cooper 吼嘛甲这个萧美琴来去做一个见面吼。所以对着未来，咱应该是唔免烦恼吧。我是感觉讲哦，免循环好啦，因为讲哦，咱讲这内规促销，其实讲已经有这个有迹可循啦，不是说一觉起来突然间想要取消哈。因为哦，伫咧2020就是古尼啦，就是丁规刚啦，就是前几天，去年不久以前呐，就是美国国会通过《台湾保证法》台湾 Assurance Act 台湾保证法，而且内底哦，就有下讲哦，就有提到说吼，这个insufficient high level communication，就是台湾跟美国之间哦，迄高阶层的这个对话，看他看无，因为这个内规伫的，所以讲伊就有讲，这个国务院的迄内规啊，重新检讨。写一篇报告来，180天以内交过来。迄个是要交到美国的参议院跟众议院的迄外交的迄委员会内底。所以讲迄个时阵，我就是开始国会议员遐就有在安尼咧想讲，其实一直以来，长久以来，大家就是希望说，卖安尼啊，规定这嘛袂使，迄嘛这也限制，迄嘛袂使安尼。好，所以讲原来就是这个有迹可循啊。其实哦，就是拄拄嘛有讲到嘛，就做迄内规。其实也慢慢的被打破了。其实也某种程度上，这个取消促销这内规，其实就是追认继承事实啦，就是不要就是写一套，然后呢，实际上又没有照着那个做，他写了我们在冲啥，所以讲嘛是讲追认这些继承的事实啊，讲转来啊，就是说这个内规啊，不管是讲像定的，还是讲起码像促销的，那这东西美国的国务院的的官方的政策，不是讲1月20号一到，拜登一上台，一切都不算。不是安尼啊，讲到拜登上台哦，讲拜登上台了后，这个拄仔你有讲到嘛？咱主持人有讲到，讲迄布林肯以后伊该是接迄国务卿。是啊。为什么我会说应该啊？因为讲你还要经过国会的这个领证。在认证的过程之中呢，国会议员一定会问啊，你即马对台湾的看法是安怎？对中国的看法是安怎？你感觉讲迄内规应不应该恢复安呢？还是讲取消就好？一定会问的嘛。伊问的时阵，伊讲我感觉吼内规就好安尼，一定会互人批评嘛。你讲你那对中国那软假，你那也是安尼对待台湾安尼。所以讲大家卖袂记讲哦，伫美国迄民主的国家哦，在行政权做什么立法权也来监督尤其是拜登的这个重要的这些内阁的这些国务卿啊，还丢，都必须要经过国会的这一关。好那是讲吼，我感觉讲台湾哦，卖安内啦，就是我们以前内规那些再恢复回来下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迄习近平那是来美国，中国的领导者当去美国啊，北韩的要是想去，其实也是可以去哦，对不对？那如果习近平来美国，我们不但欢迎他，那就是盛大欢迎，安尼on地毯安尼坡嘞，安尼欢迎这个独裁者，然后结果你美国不让台湾的总统来，这不是就奇怪？所以讲我感觉讲不是讲拜登上台之后，这内规就再死而复生啦。
围攻斗登来，公共斗登来是，现在其实也有一些实际的作为，都让那种看到讲这个内规一取消，嘿，荷兰的美国的大赛，就跟台湾伫个荷兰的嘿美国的大赛，就禁名啊，就伫咧美国的大赛馆的禁名，所以讲已经有一些这个 practice 在了，好，包括说那个国务驻青嘿 Cooper。跟萧美琴、萧大赛嘛是又见面了，所以说已经有这些实力在了，所以大家会越来越大概撸来撸习惯，对，就惯习讲，这是这样，就正常的代志，不是讲什么就见小的，袂当互人知的代志。我刚刚讲哦，这是一个大方向啊，这是美国的华府啦，不管是民主党嘛后啊共和党也好，已经是取得对台湾对中国的关系这样的一个立场，已经是一个共识了。是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民主党、共和党其实伫咧这个国会内底参众两院吼，其实这个共识也是真明朗的吼，真清楚啦吼。所以咱嘛搁看一解吼，咱其实吼外国对于这回吼取消美台交流所有这个限制这个内规吼，其实嘛是正向来去看待啦。因安尼讲，因讲吼真正解除这无必要这个限制台美关系、同盟关系吼，是有共同的价值观、甲自由民主的这个信念吼，继续拍拼，互台湾真做是世界良善的这个力量吼。拜登电影讲吼支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吼，符合着台湾人民这5万吼是上大的这利益。美国对台湾就大家坚定吼原则。并且呢是下党派来去做一寡这个支持。另外，咱嘛讲到这个国民党，伊讲追求甲维护中华民国国家利益是上根本的对外政策啦吼，嘛是讲会延续着甲这个拜登政府吼，真正是一个关键的这个指标。另外中国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吼，就是跟伊讲啥，坚决反对吼，嘛强烈的谴责吼。同款啦吼，嘛是爱一中原则3公布啦吼，停止着任何这个美台关系加强吼，台美军事也是讲吼这个来往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中国尾手嘛一寡这个回应吼，继续咱搁请教啦吼，所以咱看到安尼这个回应，其实咱爱徛点什么款的立场啦？是，咱会当看到全世界民主国家甲民主的政党吼，拢是希望扩大交往 ，engagement。敢若这个中国这个较独裁的政党、独裁的国家吼，比较迄个权威主义的国家无安尼做，所以咱会当看到嘛真趣味。你迄个中国的习近平家己去北韩，甲金正恩握手吼，甲迄个遮尔无民主的国家来往，你哪会当去限制讲美国，卖甲即个民主的政党、民主的中华民国来往，所以讲伊嘛是讲袂起啦吼，无办法来。说明伊家己的做法，所以讲我看伫将来，这就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吼趋势，民主化。咱会当看到全世界，咱有100几个吼，迄个不管是代表处还是贸易中心，还是什么文化中心，所有的国家吼拢。其实拢为台湾的代表处看做一个敢若 embassy 吼，敢若一个迄个主任就是一个 ambassador， 像萧美琴还是讲其他国家拢共款。我看这是一个未来的发展。我相信迄个拜登吼，虽然伊吼伫参议院 senator 伊嘛赢迄个 Georgia 2席的吼真重要的 senator 的席次，不过伊嘛唔敢讲为非乱做。相信讲伫即个美国的。民主国家吼，迄个长期有即个重视这个民权吼、民主吼、人权，甲未来发展，我相信对台湾会当有一个较公平的做法，甲正常国家的对待。是，这是我的看法。正常国家的对待吼，咱是真正5万吼，就是讲真正头拄啊，这个教授讲着吼，过去咱讲代表处，即阵吼慢慢来变做是这个大使馆这种形式，这个代表吼真正会当准这个大赛这个做法啦吼，有影啦吼，咱5万即站的这个关系，豆豆都去突破吼。上尾咱搁请研究员来甲咱收尾一下吼，所以整个来看吼，真正是真正向来去看啦吼。是，确实啦。那我对未来吼台美关系来讲吼，我是应该讲乐观看待，但吼不会过度期待。OK。为什么讲乐观看待？因为对美国来讲，美国是一定会支持咱台湾。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过去川普的做法确实较激进，吼，较偏激烈安尼讲。即马拜登比较回归传统的美国的这外交步调。问题因咧做的时，一定会支持咱民主台湾。OK， 这是确定的，这是确定的。因嘛无可能讲
甲进前同款，为着要安打中共，才会讲去牺牲台湾。当然希望袂个到安尼。问题咱爱注意是讲，踮咧国务院内面，加减嘛是有人甲中共的关系较密切。OK。包括因踮咧智库也是踮因的学界，这拢踮咧美国拢有所谓的红军甲蓝军嘛。红军就是因可能甲美国甲中共会较密切。往来较密切。蓝军就是讲较支持咱台湾。OK。所以对于咱台湾的未来甲台美关系来讲，咱是要慢慢的经营。OK。莫讲为着要得到什么短时间的利益，咱就一定要对方安那做。所以对咱来讲，慢慢那做，较赢。一时之间的快乐。是啦吼，咱讲吼，这外交关系哦，真正是做久久长长吼。尤其咱讲吼其实台湾伫咧国际的这个情势吼，自过去到今吼，咱嘛看到讲，自真正吼去互这个中国打压主要咱看到讲民主的这国家、民主的这阵营嘛，看到讲台湾真正是徛点一个吼来阻挡着这个威权，还是讲吼这个共产的这个一个政体啦吼，嘛真乐观来去看待啦。今日非常感谢咱3位来宾，嘛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马仔再会，感谢多谢。